成個筆肚含好墨，咁佢就一筆寫落去，整個字寫落去。我需要成日寫一筆點一筆。點好用筆肚含好墨之後呢，將佢氹轉，將多餘嘅墨揩翻落墨度去，揩到支筆尖啦、正啦，咁我哋就寫字。一轉，微微啲上，然之後提支筆，由微微地按落去提筆尖拉落呢度一提，筆呢度係打橫按一轉落嚟，微微啲提一過咗中間，屈過去，一直啲力送到底，提支筆尖撇出去。呢度捺又係筆尖一落，拉落嚟到平呢度啦，然之後按筆，按咗之後馬上提筆尖喺旁邊，喺上邊旁邊嗰度揩出，捺。先按，或者捺就按。先按，同呢度平啦，一按落去，然後再慢慢提顯筆尖。呢